为源头减塑，鼓励民众重复使用购物袋啊。台南市环保局积极推动设置代代相传站点，号召民众将厝内无要用的购物袋啊进行回关，落实资源循环使用。市长王伟泰一日特别来到开源市场，协助推广环保新时代活动，鼓励大家减少碳足迹，对地球更加友善。环保局跟市场处的一个努力，我们选择在开源市场做一个示范点。当然也会陆陆续续一直推广到更多的市场，传统市场，尤其在传统市场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记得在用很多塑胶袋，但是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环保袋，还有家里使用过的购物袋来取代塑胶袋的使用，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对地球更友善，而且减少碳足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也举办了这个抽奖来鼓励，只要你这个使用这个环保袋，还有这个家中的购物袋重复使用的照片能够上传，就有机会来这个抽到300块的这个市场金。目前在台南市总共有167处代代相传的站点，替代传统的塑胶袋啊。环保局今年更设置市场处，在南市45个市场设置代代相传新的站点。为了扩大号召，环保局经规划环保新时代抽奖的活动，民众只要拍到二手袋翕相上传，就会当参加购物卡抽奖。在开源市场，更加码提供300个名额，抽出每人300块的购物金。在宣传记者会上，市员蔡宗和、陈怡贞、柯志春也拢到场表达支持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